Hi B B， 係我薯仔。做乜未？開鏡一場，夏天到咗啦喎 B B， 呢一排係咪感覺冇咩胃口啊？冇事嘅，就等薯仔用檸檬同埋料理機做一個超清新開胃嘅檸檬唐僧師兄俾你食。OK B B， 我哋先將屏幕上呢啲材料呢，冚唪唥倒入料理機入邊。冇錯啦 B B， 真係醒目吓，低筋粉同埋中筋粉係唔一樣噶喎。跟住攞一個空盤出嚟，打一隻蛋落去，加埋125克嘅奶油入去，將佢哋兩個溝埋一齊，放喺冰箱冷藏備用。跟住嚟係啦，哇！不愧係 B B 吓，都知我下一步要做乜嘢啦，越嚟越醒目靚女啦喎。再將我哋前面準備嘅奶油倒入去，個底記得要撩乾淨佢喎，冇晒。再即刻將佢哋全部撩乾勻，成團就 OK 啦，千祈唔好油佢啊 B B。跟住將佢哋攞出嚟台面上壓平佢，再平均分成4份。分好咗之後呢，喺上面撒一層低粉，將佢哋疊起身，再壓平佢。呢個步驟呢，要重複4次喎，都係咁樣吓。咁樣做呢，係為咗用呢個司康呢有層次感，佢先有嗰個蓬鬆感啊嘛。係啦，呢個字我唔識讀啊。最尾將佢整理成咁樣嘅圓形，有一定嘅厚度，再分成8小嚿，就好似咁樣啦。放喺烤盤上面，放佢入風爐模式160度烤20分鐘。最尾嚟調一個檸檬糖漿，就係屏幕上呢個材料溝埋一齊就 OK 啦，好簡單噶咋。佢又唔會話好甜，因為有檸檬汁同埋檸檬皮啊嘛，真係超清新啦！呢個司康真係超好食啊。OK， 抽獎時刻，抽一個幸運 BB 來幫我洗這些東西。好啦，就是你啦。最尾將個糖漿淋喺烤好嘅司康表面就 OK 啦。咁第一個係我食，傻嘅，肯定係 BB 食先啦。按照我呢個開店配方嚟做，真是鐵盒子啊！外脆裏軟又蓬鬆，關鍵是檸檬的清新，超適合夏天的好嗎？這個我也打算上到開團的新品裏面。早餐食一個，再配翻杯咖啡，哇！真係正到痹啊 ！BB 你估下咁樣要幾錢一個啊？歡迎喺評論區討論下。